今次我教大家煮嘅係金華玉樹雞，呢味菜好食又易煮，所以係好受歡迎嘅。做法好簡單，先將雞胸肉隔水蒸20分鐘，蒸好之後連皮起肉，切開12件。雲南火腿亦係切12件，同雞件一樣大。花菇呢，就用水加鹽、糖同冰糖煮5分鐘，然後切12件。咁而家將雞、火腿同花菇片輪流排喺碟上面，隔水蒸8至10分鐘。期間呢，就洗乾淨啲芥蘭，切齊，用滾水加啲鹽焯1分鐘。等雞蒸好咗，就拌喺碟邊，然後再燒熱個鑊，加油同汁料。嗱，個汁料呢係落咗嘉樂牌雞粉同清雞上湯嘅。咁個汁就零舍好味啦。用生粉水埋芡，淋上碟，就係一味金華玉樹雞啦。